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，发这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舍利子。受不异空，空不异性，受就是空，空就是实，实相应实，业效即是舍利子是自化空相。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是故，空中无实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，充满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亦无明界，乃至无老死业，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地狱，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发这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三世。